各弟兄姐妹安静心，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复活的生日，我们在此敬拜你，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日子，让我们与家人团聚。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免于病毒的侵袭，让我们在安全的防护之下，能继续拓展主你的福音。在聚会开始，我们将自己摆上，求主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遇见你。求主赐福牧师，让他带着你的能力来传讲你的话语。谢谢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让我们一起来唱心灵粮食选57首快乐歌。站立，我
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同诵起应文，在诗篇第1章，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那没有翻开圣经的，可以看我们的投影荧幕。诗篇第1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恶人并不是这样，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一起来公祷，我们一起为社会大众、社会的需要来祷告。让我们为非洲国家摩洛哥祷告，希望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持续为了在战乱中的动荡的国家为他祷告，求主的平安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教会祷告，雅各堂的徐秀荣牧师，我们为教会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的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聪明智慧给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持续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好，
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课，我们有蔡家庆弟兄为我们攻读。平安。今天的经课在箴言31章10到31节，那在旧约圣经是713页。箴言31章10到31节。才德的妇人怎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毛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和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第二处的经课在雅各书3章13，到4章的7到8节。它在旧新约圣经254页。雅各书3章13节起，你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有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上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上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是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你们的宴乐中。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今天的经课。在我读经之前，由于防疫的关系儿主这边其实是预录了一个献诗影片，那让我们一起来观赏这个儿童主日学的献诗《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我想在防疫期间，很多人都没有见到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那小朋友陆续会回到主日学当中，持续的敬拜上帝。那么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上帝的话，在马可福音9章30节到37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来，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下来正道，我们请本堂的蔡文文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刚刚我们看到小朋友在献诗，其实各位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投影机已经跟之前不一样，好很多了啊！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献诗也非常的好。所以各位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回转向小孩子那个单纯的心。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些小朋友歌词唱错了，或是可能拍子打错了，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动作不那么美观，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觉得好像好丢脸啊，好羞耻，好像没有这些的像我们大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他们很适应的，而且很快的，就是把他的工作完成，然后很喜乐。虽然可能有点出糗的状况，但是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高兴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其实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样去认定我们是谁，所以我们很在乎要去 catch 别人的眼光。但是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上帝要我们单单的来注意他的眼光就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像小孩子的人一样，就做主最喜欢的事就好，而不是要求所有人的喜欢。愿上帝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一样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当真哈，不要以为是真的。我们最近有一个制度叫做国民法官，各位知道吗？国民法官就是终于我们有一些民众可以去参与在这个法院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审断一些案件的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前是只有法官坐在这个正中央啊，然后就是法官的判决就是判决。那现在可以有一些人就可以来参与。那有一个人有一个小偷，他去偷了这个银楼的东西，他去偷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法官呢，这个国民法官这些法官他们就问他说，难道你偷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安吗？你偷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会觉得心里面不安吗？感受不安吗？结果这个小偷他这样说，我当然觉得心里面不安，因为我很怕我偷的东西是假的。听得懂意思吗？哈，他说现在东西太多是假的，我很怕我偷到的东西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呢？啊，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很多人的心里不安不是因为他为他的罪感到不安，而是因为怕他偷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是感到不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有时候也是像这样。各位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有一个词叫做避重就轻，听得懂意思吗？什么叫避重就轻？曾经有一个小偷也是这样，他偷东西，然后他来教会里面跟牧师认罪。他说：“牧师，我要认罪。”他说：“我偷了一个东西。”然后牧师就问他说：“你偷了什么？”他说：“我偷了一条绳子。”好，那我也偷绳子来认罪，因为这个偷绳子而已嘛，哈，还好，就是可能你急需要使用。但是这个小偷他没有说到，他绳子后面其实牵了一头牛，啊，然后那个牛的后面还有什么？还有牛车，牛车的后面还有什么？牛车后面还有一堆的人家的家具的东西，他没有去认这个东西，然后他说我去偷了一条绳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认罪悔改不是表面性的，不是只有表面上我认罪我悔改啊，上帝赦免我，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很彻底的认罪悔改，就是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全然都在主的面前全然赤露敞开，以至于让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看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隐情或者是隐藏的内容没有真正的在主面前来敞开。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成为一个清洁跟干净的人，能够让上帝所喜悦，而不是我们有所隐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来念这个祷词，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中秋节有很多的祝贺中秋的图片，那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图片让我觉得就是有点会心一笑哈。他说中秋是什么？他说混得好叫做花前月下啊，然后混得一般就是月下花钱，然后混得最差的就是花下个月的钱，听懂意思吗？哈，混得好的话就是花前月下，就是跟女朋友跟太太跟你心爱的人可以在一起很好。然后混得一般就是这个月亮下这个钱还是要掏腰包了啊。现在大家都买中秋的东西，月饼礼盒混得最差就是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入不敷出了下个月又要开始这个借款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不要混到变成月下花这个花下个月的钱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继续为我们的台湾的疫情来祷告，特别现在虽然台湾的疫情有受到一些的控制，但是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举手祷告，
求上帝怜悯我们。虽然现在台湾的状况还是比国外稍好一些，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放松，我们仍然要按照规定的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祷告。我常常觉得这个好像是上帝在教我们做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这个防疫，或者是说这些的防止这些的病毒的入侵，就好像上帝要告诉我们，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应该是很彻底的跟罪恶是要划清界限的，是要做分别出来的，而不是跟罪恶做一些的掺杂。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跟罪恶做一些的掺杂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就中毒了，或是中标了，或是中到一些的病毒，我们不知道。但是圣洁的生活也是这样，有时候当我们一个不小心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偏差的地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好像对外面的世界都全然的隔绝，不是，而是我们要分辨哪一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不好的影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为什么今天定这个题目叫我们不一样？我指的不是说我们的个别性的不一样，不是，而是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的。当你的社会上的朋友，或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有一些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想法态度本来就会不一样，但是社会的价值观跟教会的价值观是更加的不一样的。好，要请大家先看一段的圣经。所以为什么希望大家要有自己的圣经是有目的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翻圣经请大家来看马可福音8章34节，当然上面有，但是我希望请大家往前来翻马可福音8章，好，马可福音的第8章，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这个是这个地方的背景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在27节的地方，8章27节。好，如果翻到可以有圣经，我们一起念；如果没有的话，就请听牧师这边来念8章27节，我们到29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好，耶稣带他的门徒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各位，耶稣是老师，他所带的门徒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的考试，所以耶稣带他们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去做一个期中考试。好，这个期中考试总共有2题，一题是问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好，所以这2题问答题是耶稣给门徒的期中考试。但是我们要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加利利海的北方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地区都是外邦人居住的，跟犹太人混杂的地方。但是他们那边有很多外邦的神明会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崇拜外邦的神明，在那里拜外邦的神像。同时也是把外邦的所谓的叫做罗马或是希腊的文化，或是其他地方的文化放在那里的地方。而耶稣在那里问这些的门徒这样的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当中有一个人，他回答得很棒，他的学科是100分的。这个人叫做彼得。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耶稣跟他很好的评语，他说：“你的回答是很棒的，100分。为什么？因为这是父指示给你的。”好，所以耶稣就称赞了彼得。但是随即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将要被杀，然后要被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所逼害，然后要上十字架，第3天要复活。”但是这个刚刚学科100分的这个彼得，马上考了第2次的数科成绩，就是0分的。好，这个0分是什么？0分就是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啊，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各位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那里居然出现一个字叫做责备。彼得责备他的老师，你可以想象那个事情。
彼得跟他老师骂说：“不要这样做，你做这个是笨蛋，你做这个是白痴的事情，做这样是不对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所以可见的，耶稣给他的评语，这次的术科是什么？是0分的。为什么？你从本来是父给你指示的，到后来变成是撒旦退去吧。所以学科100分，但是术科是0分的。好，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要学习效法我，就要学习像我这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好，所以投影片上面马可福音8章34节，就是耶稣最早的时候跟门徒第一次的告诉他们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然后要被迫害，然后要3天复活。好，所以马可福音8章34节这里提到这样的话，他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不是要来过好日子的。很多人的想象就是跟耶稣要过好日子，跟耶稣将来有一天要推翻罗马政府，耶稣有一天要来自己自立为王，有一天我们当中所有的这12个人，我们将要封王拜将，要封侯，要做很多的这些的职位，所以大家都认为我是这个耶稣的接班人，所以我应该是这个位置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第2次，耶稣再一次的宣布这个事情。耶稣宣布他要来受苦了。耶稣不是要去上宝座，耶稣是要去上十字架的。我们来看一下3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一起念来。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耶稣是要上宝座的，但是耶稣其实他说我要去上十字架。很多人以为说耶稣要当王的，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可是很多人其实不懂得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包括我们有很多人信主很久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好像讲的天花乱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并不晓得耶稣的死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面对人为什么要面对死亡？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的老祖先亚当跟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后代的子孙，我们都必须要面对死的问题。但是耶稣的死却是要解决这个事情，耶稣的死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得罪上帝，以至于我们必须要面对死亡，但是耶稣的死却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永生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原本是必须要死的，永远的死的里面，但是透过耶稣的死，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永生的里面。所以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父上帝的缘故，然后上十字架，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孽。所以基督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这个是加拉太书1章第4节里面给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很多人不晓得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如果耶稣没有死，耶稣如果没有上十字架，我们就得不着那个救赎。所以很多人说，耶稣你干嘛那么委屈？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如果不上十字架，救赎就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必须要死，但是他的死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去死的。可是耶稣在呼召门徒背十字架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常常会背这个金句，耶稣说要跟从我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背这个词，会背诵这个经文，但是背不起十字架。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很会背啊，我们很会背经文。哇，我们的小朋友很会背经文，从小就主日学很会背经文，或是长大我们很会背经文，我们很会背诵这个经文，但是我们却背不起十字架。当我们要为主去受苦，或是为主去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哦，不要，
这个不要选择我，这个宁可让别人。我们希望上帝祝福在我的身上，但是如果要背十字架啊，对不起，这个给别人去，那个人比我更适合。我所谓的背十字架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为主的缘故去付上一些代价，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为主的缘故，需要去服侍人，去侍奉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所以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你也必须要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可是，祝福可以到我身上没有关系，但是服侍不要找我，服侍找别人，那个人比我更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背这个经文，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祝福可以到我身上，但是那个背十字架，让那个比我年轻，那个比我有力，那个去做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背，但是我们不会背十字架。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只存留在嘴巴里面。当为主受苦的时候，当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最好不要找我，最好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背跟你能够实做是不一样的。刚刚提到彼得在学科是100分，因为上帝给他启示，他可以拿到100分。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100分。但是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不要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实作的基督徒，而不是只是会背金句的基督徒。所以耶稣的门徒这12个人，他们在路上做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耶稣在要离开世界之前给这些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3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在路上讨论什么。3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34节一起念来。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那个老师心里多痛吗？耶稣说我要死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将要被钉上十字架。但是一群他的学生在讨论，老师如果离开的时候，我们里面谁要当老师？以后谁要当班长？以后谁要做那个领袖？以后谁要做我们当中的头？大家开始在讨论，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耶稣来说，耶稣要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谁要去伟大。世界上的团体会告诉你谁离开了之后谁要接班了，那个接班的人很重要很厉害，他一定要能够 hold 得住成场。但是在教会在信仰的里面并不是这样的。魔鬼很喜欢我们把爱上帝把敬拜上帝当成是首要，但是真正的是把自己想要的放在那个首位上。各位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因为我们在这边的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是这个4卷福音书当中的一卷，如果各位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的话，你会发现更刺激的事情。耶稣有2个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他们甚至是找他的妈妈，找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来关说主啊，如果你这个哪一天你得荣耀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认为是，哇，耶稣搞不好是要上王位上宝座，那如果他上宝座的时候，那么我的一个儿子要做你的左右丞相，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认为世界上伟大的就是我的地位提高，我的地位提升，那个就是伟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嘴巴里面说爱上帝，但是我们其实心里面没有把主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没有把主放在我们的首位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的爱上帝就是礼拜天我早上这个10点钟来做礼拜，到12点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边做礼拜，这个就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去参加小组聚会就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然后我的工作家庭生活这个第3第4第5位。很多人认为是这样。以前有一个大学生他这样说，他说有一天他在灵修的当中，他说他体会到一件事情，真正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不是礼拜天这2个小时我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来回家之后开始过我的家庭生活，开始过我的学校生活，开始过我的这个人际关系的生活，不是这个。上帝放在你的第一位是
无论我在家里面，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无论我在学校里，无论我在职场里面，无论我的人际关系里，耶稣都是我的第一位，上帝都是我的第一位。如果耶稣不在你的家庭当中居首位，那么他永远不是头，他永远不是主，他永远不是居首位的。如果你常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然后自己的需要先摆上的话，那么耶稣不是你的人际关系的主。耶稣是主，就是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主，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这2个小时里面是主。所以35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样的话。35节我们一起念，35节一起念来。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把他反过来，他教导他的门徒不是用社会的那一套来做的，在教会里面要做的是什么？愿意为首的，愿意做首先的，他要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以为说，在教会里面也是要排位置的，牧师第一位，好，然后执事，然后小组长，然后什么谁谁谁，并不是这样。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当你要去成为那个身份跟角色，不是因为你的位置是可以指挥别人的，而是你要付出的比别人更多，你要服侍的比别人更多，你的爱心要比别人更多，你才能够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我昨天看了一本书，其实让我心里面有一些感触。他说他是用这个当时的希腊跟罗马人的背景来谈这个事情的。他说因为以前早期的这个帝国在更换的时候都会有打仗，打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叫做被卖的，可能被卖到人力市场上面去，他们会被卖到人力市场上面去。各位如果看过有一些影片的话，比如说像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非洲的或者是哪个地方的人，他们可能就被在市场里面就要开始评估评价。卖人的这个人口贩子，他就会开始说，你看这个人皮肤很好，这个人你看这个很粗壮，他可以当奴隶，他可以做家里面的事情。好，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有钱的人，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以前早期的奴隶是个人财产，所以如果这个家主他是有钱的，那他想要这个奴隶的时候，他必须要出价钱去买回来这个人。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被世界掳去的，我们是被罪恶捆绑的。然而有一个人愿意出一个高的价钱，帮我们从罪恶里面，从这个状况里面给救出来，那个叫做赎。各位知道吗？赎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救赎，那个赎的意思就是你用钱把这个人买回来，这个就是赎的意思。然后买回来之后，通常他们当时的这些的有钱人手下都会有很多的奴隶，或者是很多的人去帮他做一些劳力的事情。特别如果有人他是经商的，他可能会有一些经商的商队或是那个船队。所以当时的船是用人力去划桨的，所以在船舱的最底层的地方，那些通常都是买回来很有力气的奴隶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买回来很多人是要去做劳力的工作的，他会在船舱里面去做劳力工作。但是从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比较精明的，如果哪一天这个主人他觉得这个人很精明，他很适合管理我的产业当中的某一些部分的时候，这个人他可能就会从这一些船舱里的奴隶当中被提升出来，做一些管理者的角色。好，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仆人。好，那这个仆人他是负责什么？管理这一群这个奴隶，或者是管理这些这个主人的产业。所以约瑟曾经担任过仆人的角色，他曾经做过那个他的这个埃及的那个护卫长的这个仆人。然后当这个仆人如果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主人会再提升他做家里面的管家，通常我们说这个叫执事。所以
意思就是他是仆人当中的仆人，然后他需要去帮主人做很多管理的事情，所以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好像身份地位比较高，不是，而是因为他是从众人当中被再特选出来做服事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是被重价买赎的，然后又成为仆人，又成为执事。这些人他们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要服侍许多人的。所以耶稣说，叫众人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的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教会里面不是位置大的人他可以指挥别人，而是位置越大的人他必须是越多去服侍人的人。所以 C.S. 路易斯这样说，谦卑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谦卑是看清自己，其实谦卑不是看清自己。很多人说啊，我很自卑，我比不上某某人的恩赐，我比不上某某人的能力，我没有什么人的能力，我没有什么人恩赐。谦卑不是去看清自己，谦卑是少想到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比较多为自己着想一点啊，我不要太累，我不要太辛苦，别人辛苦就好了。谦卑是少想到自己，而不是看清自己。不是说啊，我好像比别人差，我比别人不好用，不是的，而是少想到自己的需要，是多为别人来着想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被上帝来呼召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的时候，不是要为我自己多去捞些什么。世界的观念是可以，你如果是成为什么样的职务或职业的时候，我要多捞一些钱，我要多捞一些的好处，我才愿意去做那个位置。但是在教会里面是少想到自己，不是为我自己着想的，是为上帝着想的，是为人着想的。所以谦卑不是去看清自己，而是去少想到自己。所以耶稣这样对门徒讲这个话，最后在37节的地方他说，我们来念一下37节，一起念37节，一起念来。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无缘无故抓一个小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各位如果知道以前早期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小朋友是不算人的。各位知道耶稣曾经发便当5000个人吃饱，知道吗？用5个饼2条鱼，然后喂饱5000人，对不对？圣经里面说那5000人是什么？除了妇人跟小孩子以外，男丁约有5000。所以小朋友跟妇人在他们当时的环境里是不算正式的，算是人的一个单位。所以耶稣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小朋友牵出来，让这些的门徒可以看见？小朋友代表的是什么？你可能看不到他，你可能不知道他，但是他却是存在的。他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他就在那个地方来服侍。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大卫，知道吗？大卫在他年幼的时候，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知道吗？牧羊，对不对？好，所以一般犹太人他们如果家里是做牧羊人的话，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都是去放羊的，所以最小的孩子通常都是去做那个最辛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家里面其他的大人都有大事要做，所以这种小事，这种牧羊的工作都是让小朋友去做的。所以那种微不足道的事情，那种劳力的事情，都是小朋友去做的。所以在这里看到小朋友，他说抓一个小孩子，他说凡为我接待像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如果你愿意去接待，或是去接纳，或是去疼惜疼爱这个在教会里面可能微不足道的、没有被看见的，或是他默默在那里工作，但是没有人去注意到他的这一群人的话，耶稣说就是在接待我。所以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然后耶稣又进一步说，凡接待我的，不是只有接待我，而是接待那个差我来的。各位知道差耶稣来的是谁，知道吗？是父上帝。所以看起来你好像是在接待那个小朋友，其实你在接待耶稣。看起来你在接待耶稣，其实你在接待谁？你在接待父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
服侍也是这样，当你能够去祝福那个服侍的人，也许他默默的，他很小的，他没有做微不足道的人没有看见的服侍，但是当你能够去看到这个人，去疼惜疼爱这个人，接纳这个人的时候，你其实也在接纳接待基督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接待父上帝在你的里面。所以这里提到说，神的国属于那些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刚刚我们看到那些小朋友，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我们的很好可以学习的榜样。或许他会唱错歌词，或许老师叫他打那个三角铁不是很醒目的，但是他就是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不要去在乎别人看他什么，注意别人怎么样对他，他只要完成他的老师交代他的工作就好了。神的国属于那些谦卑像孩子的人，所以不是去计较说我要在这里排多大的位置，我要在这里有多好的这样的身份跟角色，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所以牧师要介绍有2个人，这2个人是做儿童工作的。刚好因为今天有这个儿童诗班的这个现实，所以跟大家介绍有2个做儿童工作的，在教会里面很有名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至今都影响很多人的。好，跟大家先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叫做雷克斯哈。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们现代的儿童主日学的创始者。好，那他原本是做什么？他原本是报社的社长，他原本是办报纸的。但是呢，他后来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多小朋友在礼拜天的下午到处乱跑，然后没有节制，甚至没有人去管。然后这个瑞克斯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各位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革命，叫做工业革命，知道吗？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现在叫做工业社会的时候是什么？爸爸妈妈都出去赚钱了，然后小朋友就没有人管了。所以这些小朋友没有人管的话，很多时候会造成社会的一些的不安，或是造成社会的一些的负面的状况。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会去偷钱，有的小朋友会去杂乱一些东西，或者是去造成社会的一些的不安定的状况。这个雷克斯他做一件事情，就是礼拜天的下午，他特别把这些小朋友召集起来，在教会里面教他们什么？教他们去唱诗歌、读圣经，然后教他们去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现在的儿童主日学是从他开始这样去办的。以前儿童主日学是没有的。各位知道，各位坐在的这个长椅子上面有一个用意，知道吗？一个家庭有4个人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一张椅子就代表一个家庭。所以小朋友也是应该要来做礼拜的。但是有时候小朋友坐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让儿主的老师，让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可以另外把他们分开，带他们去做这个事情。雷克斯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他是认为分发救济物资是不够的，所以他需要学习帮助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去独立成长。不是你只要依靠别人的救济，不是你要靠别人的物资，而是你怎么样去看到你的生活要去带来一些的改变。所以箴言里面说，教养孩童，让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都不偏离。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不要觉得儿童主日学是横空出世就突然间有了，没有，也不是安亲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为我们的儿童祷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它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让小孩子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都不偏离。这是我们的儿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另外这个人，各位可能也听过，这个人叫乔治·穆勒。我昨天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预备看到这个人的故事，其实让我心里面很感动。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过去一个浪子，他好像不能被上帝使用。一个人认为是很糟糕的人，他甚至会偷爸爸的钱，甚至会去这个外面去打闹，或者甚至是会坐牢的这个年轻人，他居然成为122000名儿童的这个孤儿院的院长。那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一个德国人，但是他后来因为他的状况的关系，所以他的父亲非常头痛。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有一天碰到有一个弟兄会的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跟着这个弟兄会的传道人，生命改变之后，他就到英国去服侍。他接受差派到英国去当宣教士的。
结果他去当宣教士的时候，他一样看到了儿童的需要，所以他在那里去牧养许多的孤儿跟儿童。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这个牧师，这个乔治·穆勒，他从来没有去跟外面的人募款，他所有的经费、所有的人力资源、所有的一切都是跪下祷告来的。所以他说，他缺钱的时候，他就跪下跟上帝祷告，上帝请你把钱送过来。他说缺人的时候，他说上帝请你把人送过来。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能够在英国帮助了122000名的儿童，在小时候能够被撇弃，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工业革命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孩子流离失所，没有人照顾的时候，这个人他在那里照顾这一群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服侍跟侍奉，而这些人他们不一定叫做很有名的人，但是他们却在那里默默在那里服侍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各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付出跟努力的话，搞不好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会更多，搞不好我们的很多的问题会更多的发生。所以教会应该是站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是被社会来影响的。教会应该是影响这个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来影响的。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他说要以基督的心彼此服侍。腓立比书2章5节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虚己，他谦卑的来服侍人，所以跟随基督的人也必须是要这样的服侍，而且是彼此的服侍。所以基督徒之间不是互相的斗争竞争，不是互相的彼此在那边的这个较劲，而是应该是彼此服侍的。所以耶稣已经使我们和睦，我们就不应该再分彼此啊，你是什么样身份的人，我是什么身份的人，你是什么角色，我是什么，没有这个。在教会里最美的就是你在外面的角色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在教会里全部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不再分彼此互相排斥，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体的。所以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这个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来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彼此竞争和嫉妒，而是要彼此服侍跟欣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服侍，我们能够有恩赐有能力，不是为了要叫我们比别人高比别人强，而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的恩赐能力，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服侍人的。第二个，以基督的心谦卑的来领导。很多人都喜欢在教会里面成为指导别人的人，或者是来教导别人的人，但是以基督的心谦卑来领导，是领导力真正的关键，不是领袖魅力或者是权力，而是在赢得人的敬重的影响力。你对人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个人愿意跟随你吗？这些人愿意跟随你吗？这些才是真正的叫做谦卑的领导，而不是用你的位置去压迫别人的。所以也许权力跟权位可以指挥别人，但是并不是让人真正能够心里面感受到认同跟认可的。真正的领导应该是谦虚正直，能够让人觉得跟你在一起是有爱心的、温暖的这样的人。所以教会里面不是靠位置去指挥人，而是凭着你的影响力跟爱心去影响别人。所以马可福音10章，我们后面的看到的经文里面就提到更明显的例子。他说：“你们中间要当首领的，谁就要当大家的仆人。”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要牺牲生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位置越高的人权力越大，不是，是服侍的人才是权力大的。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17节说，成为仆人。他说：“我是自由的，无人管辖，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心志，他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人要管我，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要得人的缘故，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他说：“基督徒叫做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甘愿成为众人之下。”对这一句话可以做很好的解释，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被辖制的，我们是在主里成为自由的人。
我们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人可以来指挥我们。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这个是马丁路德解释这段圣经的一个内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你，要你来服侍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来让上帝用，而是上帝拣选我，我愿意让上帝来使用。不在乎你的能力，而是在乎你的意愿。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把你需要的能力给你。第三个，以基督的心忠心来顺服。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我信主越久，反而那个热情跟热忱越来越少了？原来刚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那个满腔的热血，满腔要为上帝服侍的，反而是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对主是不是仍然有这样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上帝？还是随着年日的增长，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反正这个都别人做就好，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我跟各位分享过一个实际上的案例。以前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曾经带过一个妈妈，她那一年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她成为慕道友，但是圣诞节才要受洗。我在门口发单张的时候，然后她看到我在发单张，她就说：“牧师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发单张。”她说：“好，我跟你一起发。”那时候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姐妹，她是很勇敢，愿意去分享、跟人分享的一个姐妹。等到她受洗那年受洗完，隔年的时候，一样圣诞节到了，然后照例一样牧师去外面发单张了。结果这个妈妈她看到之后，她赶快躲到旁边去。我问她说：“你不是去年才跟我一起在发单张，怎么今年就不来了呢？”她说：“我怕别人问我不会的问题，我怕别人问我，万一我答不出来怎么办？这样很丢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刚信主那么热心，可是为什么信主之后你的心就冷淡了呢？千万不要这样，信主越久，应当让我们的心是越火热的，而不是越冷淡的。就算没有人看见，也要做不起眼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看见，我们仍然忠心的摆上自己，做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勇敢的去做主要我做的事情。今天早上台语堂有一个姐妹，她其实是一个妈妈，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碰琴了。为了服侍的缘故，她今天早上第一次的练了很久的时间，第一次的上场。我们不能够说她服侍的很完美，但是至少我要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姐妹。她能够把她自己所练习的成果，在今天做一次的摆上。不一定我们要很会，但是求上帝给我们勇敢的心，要让我们能够去做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如果托付一个责任给你的时候，也必然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它。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要先有那个能力才去完成那个事情，不是的，而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会把这个能力更多加添在你身上，让你能够去完成它的。最后跟大家做一点勉励，就是耶稣是最没有架势的领袖，因为别人看不起他，但是耶稣却是最伟大的领袖。耶稣从来没有大张旗鼓的去显示他自己，但是他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服事不是只是要人看见，哇，你看我做的多好，多厉害，不是，而是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我们仍然忠心的摆上。当你愿意服侍上帝的时候，不管它是多大的事或多小的事，当你愿意承担的时候，上帝就给你这样的能力能够去完成。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的以前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因为他是这个要去京剧比赛，总会办的京剧比赛，然后这个小朋友他是小学4年级的小朋友，各位知道其实要去上京剧比赛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很努力去背了。然后在比赛的前一天，他来我的办公室，然后他跟我讲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明天不要上场？”我说：“为什么你不上场？”他说：“因为我背不起来，我怕丢脸。万一如果这样，我会为我们教会这样没有办法拿到好的成绩，我怕会丢脸的。”我就跟这个小朋友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愿意站上去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很勇敢了。
当你站上去的时候，虽然也许你不一定可以背得很好，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愿意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站在那个台前。而且我告诉他说，不要以为别人比你厉害，因为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搞不好上去所有的人都是脑筋一片的空白，所以搞不好也许你已经努力了，可能搞不好你站上去，你反而会记得很多的东西的。后来这个孩子真的去隔天比赛的时候，他站上台去，然后虽然他的成绩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他做对了一件事情，是他勇敢的上那个讲台。回家的时候，他自己这样陈述，他说：“牧师，我觉得站上台之后，我发现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撑着我。”一个小学4年级的孩子，他说有一个力量在撑着我，让我能够把那个比赛给比赛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成功不是要你有多好的成绩，而是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就够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承担你给我们的责任。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在这里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啊，让我们能够去做许多也许没有人看到的，也许没有人注意到的，但是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摆上自己，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仍然忠心的摆上。谢谢你恩待我们，拣选我们来侍奉你，让我们无论在大的事情上、小的事情上，让我们都能够做忠心的仆人，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人的人，而不是去跟人比较争竞，或是要伟大的人。愿你恩待我们，使我们成为谦卑的人，多想到别人的需要，少想到自己的需要，不是轻看自己，而是看到主你的国度的需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也来分享一下那个总会的儿童主日学的背景，就是那当场压力真的是，我想大人在当场压力都非常大。然后我们有幸本堂我们寻生，在年幼的时候有得过冠军我们真的是在场都为他感到非常的兴奋。不过我想那个背经比赛真的是有点困难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还是来背一下我们的金句，这比较短，比较容易。那我们一起来背诵马可福音9章35节2次，我们一起来复诵。请。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马可福音9章35节，再次。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马可福音9章35节。接下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莫把我弃掉，在心灵粮食选的262首。
支线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信仰实践在生活中很困难，无论是在经济上、时间上、享受上，我们都有许多的试探，让我们没有办法把你放在首位。求主帮助我们在跟从你的道路上，我们日日锻炼，越来越贴近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献上一点金钱为主的圣工所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边有3位，今天新来的3位新朋友，我们来介绍他们。第一位是刘景凤小姐，是吧？你好，请坐。第2位是郭嘉瑜，也是同学哈，同学也在楼上，这边。好，请坐，谢谢。第3位是林安杰同学，你好。好，请问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想应该大家都认识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新朋友。拱手，不做移动，原地拱手。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怜悯，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
接下来我们来报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17主日，欢迎我们第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线上聚会的朋友，都愿神赐福给你。第二，本周主日适逢中秋连假，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也为各返乡的会友返乡团聚的会友出入平安代祷。那办公室的同工休假到星期3上班那若有紧急事项可以联络牧师。第三点，本周六9月25号上午10点，在本堂会召开南部教区会议，麻烦执事会主席及年议会代表参加。那本堂财务主席也要到总会参加财务会议那麻烦各位弟兄姐妹代祷。教会在10月底将会公布我们2022年的新任执事同工名单。那目前也在积极的邀请。那我们请为新任的执事顺利祷告也为新的执事同工名单，我们会在记忆会前3周公布那若会有对人选没有异议的话，将在记忆会就中开会接纳并授予职务。麻烦弟兄姐妹为我们那个执事的人选祷告。那么第5点，教会开放3、4楼主堂这个进行国语、台语的这个崇拜。那么所有的这个防疫标准都是依照我们政府的这个相关的防疫的这个规定进行。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诗班上也暂时不进行服事，我们一直看这个政府的这个规定来进行。那我们到9月20号，我们再看看这个整体的情况。那请弟兄姐妹也要遵守这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量体温等规定。第6点，请为暑假结束，各学校即将陆续开学，学生上课平安祷告。当然也为了这次这个中秋假期祷告，因为人员来往都是非常众多。第7点，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已经开始实体聚会了，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参加。然后第8点，成人主日学今天就是11点半，在201有罗马书是周翔老师上课，还有在205在启示录由赵少文老师上课，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第9，红本门徒已经恢复上课了，请学生预备，然后课业的撰写上课能够分享讨论。第10点，教会高中以上的在学青年已经可以申请总会的奖学金了，麻烦符合资格的尽快到办公室缴交。第11点，秋季的制服艺人已经预计在10月4号上课已经开始受理报名缴费。那么一样，我们是依照这个政府的防疫规定进行的，愿我们的这个制服艺人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第12点，卫理神学院下半年新学期将开这个新约导论课程，在9月17号上课9月17就是2天前，就请关心神学教育，并持续为本堂延伸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的课程持续的为这些事情祷告。教会在2021年第3阶段的爱读书计划持续的进行当中，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的帮助及力量。我们也为了2021年，我们到2022年，我们这边教会持续的聚会增长来祷告，求主继续加添得救的人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持续为了肢体消息祷告，为我们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以及持续要进行施打疫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希望大家都有良好的抵抗力，能够克服这次的整个大环境。好，以上结束之后会有成人主日学的上课，那请弟兄姐妹多使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进修的课程，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在小组里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分享是比较浅的或者是有时候主日讲台上面
讲的东西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深入的话，那请大家一定要能够来上这个成人主日学，因为可以对一些的圣经的内容，或者是对一些的问题的解答，都可以跟老师们做一些的讨论。所以请弟兄姐妹要珍惜我们当中有这个上课的时间。那另外一班的课程是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有圣乐的赏析。那希望我们可以来欣赏那个过去的旧圣诗的那个美哈，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晓得说，其实基督教是唱诗的宗教，它是一个很看重诗歌敬拜的一个信仰啊，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圣经的内容跟我们的诗歌的欣赏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能够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以上，谢谢。请弟兄姐妹起立。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恩典的保守当中大得平安，让我们的台湾能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我们都能够有平静跟安稳的生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出入都得平安。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代祷。